Hello 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陳仔，歡迎翻嚟繼續收睇陳仔頻道嘅最新影片。基本上差唔多成個學年都冇拍片俾大家睇，因為今年升初二，咁就學業為重，咁所以今年成個初二都係要勤力去温習、去做功課、做各樣嘢等等。而家已經正式放暑假啦，咁所以呢，而家就有時間就同大家拍翻片。今日就會講一啲而家發生緊嘅事情，咁就係一啲颱風，即係打風啦。今日會同大家講下啲風暴總結先啦。咁就3號風球咧，咁而家仲係生效緊嘅。咁琴日咧，呢個紅霞咧係一度增強做呢個強颱風嘅級別，目前已經減弱做強烈熱帶風暴級別。琴日澳門氣象局仲預計今日凌晨到朝早掛8號風球機會係較低至中等，而家又預計清晨到朝早掛8號風球機會中等，跟住到咗今日清晨5點，將8號風球嘅機會又降低去到較低至中等。然之後去到朝早8點就正式宣布氣象局改發8號風球機會比較低，而氣象局發出藍色風暴潮警告機會亦都比較低啦。咁我哋睇翻嗰個颱風路徑圖啦。咁目前呢，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喺澳門東北大約係140公里，咁預料向呢個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大約15公里啦。咁佢中心最高持續風速係每小時110公里。咁今次呢係澳門第2次打風，咁呢就今次就打咗今年第2個嘅3號風球啦。然之後就琴日呢，喺呢個紅霞吹襲澳門之前呢，咁就受到一個低氣壓所影響呢。咁澳門琴日嘅朝頭早呢，咁就陽光充沛，天氣就非常之熱辣。咁嗰陣時就掛緊1號風球啦。咁但係到咗差唔多黃昏嘅時間呢，澳門突然之間落起狂風暴雨。當時澳門準備掛3號風球，咁3號風球其實係喺啱啱6點鐘就已經掛咗㗎啦。咁琴晚大概差唔多6點鐘左右呢，咁就澳門係狂風暴雨，又大風又大雨。咁澳門呢，就嗰陣時係仲係掛緊1號風球，咁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同雷暴警告呢，亦都係同時生效。咁喺1號風球生效期間呢，澳門大橋南面錄得嘅最高陣風錄得每小時118.1公里，接近120公里，相等於12級嘅風力，即係10號風球風力。但係澳門並冇發出10號風球，係有記錄以嚟最勁嘅1號風球。咁就強颱風紅霞亦都吹襲香港，咁紅霞就比較以偏西嘅方向登陸香港，對香港造成一啲嚴重嘅威脅。咁所以呢，香港天文台琴晚10點10分發出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，去到今日凌晨1點10分改發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，直到去清晨5點，受到紅霞嘅外圍雨帶影響，天文台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。然之後去到朝早7點40分，天文台再改發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，直到依家仍然係生效，係自2017年強烈熱帶風暴苗柏香港再次出現8號西南方向嘅信號，同埋亦都係繼2017年超強颱風天鴿香港9號風球，澳門就3號風球，同埋係有記錄以嚟對香港造成嚴重威脅，就係香港9號風球，澳門3號風球，係一個非常之罕見嘅情況。而家會同大家睇下香港9號風球之下嘅天氣情況。個鬼咁現場情況，咁呢一度係網友嘅網上片段。咁而家呢個位置就係香港海怡半島嘅地區啦。咁大家可以睇到，其實呢度嘅風勢咧係非常之強勁㗎。咁天光之後，啲風係不斷咁樣增強緊，啲風係非常之猛烈啦。當時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都係同時生效嘅。咁大家見到啲樹咧係吹到喐嚟喐去。咁而且呢，你哋都好見到，其實地下裏面有好多嘅樹葉啊、樹枝啊，都係俾強風吹跌咗嘅。外面嘅情況先睇到呢度。強颱風紅霞係今年香港第1個8號風球，係今年第2次打風，香港就發出今年第1個8號風球。除咗帶嚟8號風球，更加帶嚟9號風球，但係就冇發出10號風球。睇翻澳門嘅情況，咁呢，按照現時預測路徑，熱帶船紅霞將會採取西北偏北方向移入內陸，並逐漸減弱，因此改發8號風球機會比較低。由於今日朝早紅霞仍然同澳門保持大約150公里距離，預料風力仍然會維持6至7級，同埋有陣風。此外，受到佢雲雨帶影響，亦都唔排除空曠地區同埋橋上風力達到8級。天氣方面，預料今日有頻密大驟雨同埋雷暴，需要提防因為強雷雨可能出現嘅水浸。請市民留意本局最新天氣資訊，適時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。補充多句，香港會視乎本地嘅風力變化，考慮喺中午12點至到下晝2點期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啱啱再收到2則信息，天文台已經喺朝早10點05分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。隨住紅霞逐漸遠離香港，香港風力逐漸減弱，天文台將會喺中午12點4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呢隻風暴消息報導完畢。咁樣我呢條片呢都睇完啦。
咁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仔，有新影片即刻通知大家。